平安我们在待会要开始聚会前，也邀请大家将手机先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那我们一起在安静心、在祷告里面来预备我们自己。我们要更多的祷告，是在每一次亲近神，让我们用一颗敬畏主的心，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神喜悦我们的敬拜，是因为我们愿意用一颗真实的心，还有用诚实的灵来敬畏神。神喜悦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神的恩典当中来领受更多的真理跟祝福。也期盼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在你的就近的地方不仅仅是单纯在直播里面来敬畏上帝，也期盼你能够将你的生命带到上帝的面前，真实的用你的生命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如果你有感动，牧师也欢迎你能够一起找就近的教会，能够一起去找牧师，或者是找你可以相信的、信任的一个属灵的长者，我们一起在灵命的操练与装备里面一起来学习。在今天晚上，期盼每一位进入到神的殿中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都能够得着更丰盛。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当我们再一次来到神你的面前，来敬畏你，来敬拜你，恳求你的生命再次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的生命是活水，你的生命是自由的灵，你的生命是要救我们的生命重新得以在上帝所创造的生命里面来回应主你的呼召。主啊，恳求神再次引领我们的生命，引领我们的心。当我们每次来到神你的面前，我们要安静我们自己，我们愿意去聆听神你的话语。恳求神再次将你宝贵的话语的真理赏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得以刚强壮胆。求主你带领我们的生命，在这世代有许多的征战，但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是为了要让神来亲自掌管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为主而活。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做美好的见证，是为要荣耀神，是为要让你的名得以从我们身上让人看见得救的生命。谢谢主，再次将今天晚上的聚会交托仰望，愿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以及与每一位在直播现场观看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一同领受从你而来的生命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在神的面前一起领受神丰盛奇妙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着那丰盛的祝福。谁不出黑暗，罪恶的权势，谁爱的大能，远胜过一切，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谁以雷声来震动这世界，谁领着赞叹他奇妙作为，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这是奇妙恩典，你不是白的爱，你竟会代替我，为我承担十架，剩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耶稣，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再次从头来唱。谁把我混乱带回到失去，谁随着孤儿成为神儿女，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以真理公义，你掌管列国，
一切世上如明光照耀，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这是奇妙的恩典，这是奇妙恩典，你不失败的爱，你竟会代替我，为我承担十架，舍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耶稣，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让我们一起在神的圣灵的感动里面来敬拜。地上的羔羊，你配得；胜过憎恶的君王，你配得；被杀的羔羊，你配得。胜过愤怒的君王，你配得；被杀的羔羊，你配得；胜过愤怒的君王，你配得；被杀的羔羊，你配得，配得，配得。这是奇妙恩典，你不失败的爱。代替我，为我承担十架，剩下你的生命，释放我所做的一切。主啊，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愿主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因为在你救恩的里面，我们是要得着那自由的灵。主啊，我们相信，当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当我们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宣扬主你的名，因为你的名就是救恩，你的名就是为了要救我们的生命再次回到你的恩典里面。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主，让我们能够诉说你奇妙的恩典。主啊，恳求神帮助我们，因为你为我们担起那十字架上那个苦、那个痛苦，让我们再一次得自由的生命。主啊，谢谢你，恳求你再一次将重生的生命赐给我们，让我们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诉说你奇妙的恩典。主啊，谢谢你，我们要再一次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愿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的生命进到神你的恩典的自由里面。谢谢你，恳求神再一次帮助我们。祷告，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唱，这是奇妙的恩典，这是奇妙的恩典，你不失败的爱再次代替了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来，这是奇妙恩典，你不失败的爱，你竟会代替我，为我承担十架，舍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耶稣，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主，无论是在我们的岗位，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我们都愿意在你的面前诉说你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给我们的是改变，带给我们的是祝福，带给我们的是更丰盛的真理，让我们明白我们活在主你的恩典里面是得以有自由。主啊，恳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单单只是享受主你的恩典，我们要更多的去领受。当我们享受恩典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要如何来回应神。让我们走在你的真理里面，看见你所带领我们生命的方向。谢谢主，再次将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的仰望神，求主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透过用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是因为我们是上帝所祝福的百姓。所以基督徒用奉献的行动，不单单是要回应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带来的祝福，更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所以邀请你，如果你有感动的，也可以将你的心意带到就近的教会，能够带给教会在上帝国度的侍奉工作上面，能够带来更多的帮助跟祝福。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我心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做这一生成为你器皿，能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非常高兴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敬拜。这时候牧师来做消息的报告，有关大桥教会一些消息，能够让大家一起来了解跟关心。我们今天本月的最后一周所以我们明天的小组聚会暂停那请大家留意。那在礼拜二的时候牧师的第4个孩子吴乔恩，他因为要接受这个手术那也请大家一起为他代祷。所以接下来我们礼拜3跟礼拜6的华语礼拜暂停1周那我们在11月6号呢，我们晚上要在礼拜3召开长执会，也请长执同工能够预备心。那也特别请我们的小组长，还有牧区的组长、青少年的负责同工，也请大家预备一下，在2025年的事工计划。我们明年2025年的过年是在1月底所以我们必须要提早来做一些规划跟预备。那我们在11月10号呢，我们会召开12月21号的相关的联合圣诞节的同工会。那也邀请大家，我们如果有参加的
同工，或者是你想要更多了解的，牧师都蛮邀请大家一起去南台教会，我们一起去了解哈。好，那我们在提摩太牧区在11月底有举办一个一日游的活动，那也邀请大家能够带领你的小朋友一起来报名啊。我们的费用很便宜哈，100块。那活动内容非常丰富，那也期待我们一起带着祝福、带着欢乐的心，能够带给这些孩子在成长的路上有一个最美好的生命的祝福。那如果有人想要购买这个圣经充满我手抄本的这种圣经哈，那实际上是很大的帮助，是它比我们这个圣经填空题还要大的字啊我觉得蛮好用，我看过觉得还蛮不错的。那只要你把它写完了，好，然后每一天你可以照着这个圣经，然后去写完之后呢，它第1页的地方有一个让牧师签名校对，帮你稍微校对看一下，那 OK 的签名，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寄回去到公报社，那公报社那边会有做记录，也就是说以后呢，你可以带着你的孩子、孙子或者是你的朋友那可以跟他说，这个我有特别有写手抄圣经哦。那邀请你也可以跟着我一起来做，那个记录就会成为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见证当然我们不是要夸耀自己的厉害但是我觉得还蛮不错。公报社有这样子的资源，然后也让我们用最便宜的方式，他帮我们装订好了，所以你写好之后，你可以以后你就可以放在你自己的身边，然后可以再去看说哇，这个我当时候花了多少时间然后跟你的孩子、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分享。所以牧师也期待大家能够，如果喜欢的，可以到1楼的地方做填写那这个就是圣经充满我的这个封面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可以邀请大家。明天牧师会把它放在1楼的地方，可以供大家一起来观看。好，那今天呢，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了解、认识一个主题，叫做恩典与真理的关系。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这几周我们一直在谈论一个叫做如何看见充满恩典，对不对？甚至看到恩典要怎么样看得更丰盛，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了解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充满恩典的人生里面，我们会经历了很多生命的苦难当中，去看见自己是多么的有限。然后呢，最后我们是发现说，原来我们是需要上帝帮助的。但是假如说你没有看到自己那份需要，你就不知道原来你的生命有人愿意帮助你，但是你却不晓得有这份祝福。所以我觉得前几周牧师在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部分。然后呢，上个礼拜呢，牧师也带领大家一起来看到的是什么？是认识自己的软弱当中，神的恩典临到的时候，会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会更丰富啦，而且更有力量。意思就是说，你的软弱不再是一种软弱，你的软弱反而是，我越多软弱，当我知道上帝帮助我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临到我的时候，我的软弱反而变成是一种祝福了。所以你的软弱越多，但是你倚靠神也越多，那你的力量就怎么样？就越大。好，所以那个顺序你会发现说，当我的软弱认识了自己的软弱以后，我知道神的恩典的时刻临到，我要更倚靠神。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而且彰显神的作为。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2周以来牧师带领大家，我们要如何看见一个充满恩典的人生？就是我们一起说，承认自己的软弱，不再拒绝上帝的帮助。所以这是我们在传福音所在做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传福音，就是因为我们在传的人都不知道什么是软弱也不知道自己的缺点要如何在人的面前怎么去诉说。我的软弱不是软弱，我的软弱是有力量的，是神要给我有更多的力量去传递神的作为。所以牧师一直在看到说，当我们看见充满恩典的人生，你会更加承认自己的软弱是什么，而不是你不会把自己的软弱怎么样把它隐藏起来，甚至把它掩盖起来。然后呢，你也不去找神，你反而会拒绝我不要去教会，因为去教会好像每一个人的眼睛都好厉害都好像会看出我是一个有罪有问题的人。
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是期待帮助人去看见他生命的软弱，而重新靠神得以坚强的。所以我们要不要依靠神的带领？要。所以呢，当一个看见充满恩典的人生的人，他会更承认自己的软弱是什么，然后呢，寻求神的帮助，然后呢，慢慢他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依靠神的带领。跟你旁边左右的人说，我们的生命要依靠上帝的带领。所以，当我们依靠神的带领，自然就会进入恩典与真理的关系里面。好，这就是今天牧师要带领大家继续探讨下去。当我们看到了神会带领我们面对自己的软弱的时候，到底我们要如何去依靠上帝的带领呢？我们要如何依靠神的带领？我们就必须要进到一个恩典跟真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非常有意思。跟你旁边的人说，今天牧师讲的道会不一样哦。今天牧师讲的道有不一样哦，那不一样是什么呢？希望大家好好的在安静心当中去领受。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其实上帝赐给我们的力量，是要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生活当中的软弱，怎么样去在生活当中迎接挑战。所以我觉得恩典是什么？恩典是上帝赐给我们力量，在面对生活软弱的时候，让我们重新在失败困难当中怎么样去经历到他的爱，这就是恩典。所以呢，真理反而是让我们指引我们生命有一个方向，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走在上帝的道路上，这就是真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受依靠神的引导的当中，你觉得恩典跟真理可以分开吗？可以分开吗？是不能分开的啦。但是很多人，大部分的人，我们一般认为，我只要恩典就好，我不需要真理。所以恩典是让我们不会因为罪恶、因为失败而绝望，甚至害怕。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再一次跟大家分享，当我们要看见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生命里头，除了我们要领受更多丰富的恩典祝福之外，我们还要知道真理所要带给我们生命的是什么。很高兴今天也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哈，新妈妈阿嬷哈，那阿嬷哈，欢迎你来，俺婆我先给鼓励一下哈，欢迎你，欢迎你。刚刚牧师谈到说，我们这2个礼拜，我们一直在探讨一个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直在了解，我们期待得着更多的恩典。那但是这个恩典里头需要神的带领，是因为我们领受了恩典，是让我们的生命是知道我们要承认自己是软弱的。而当我们承认自己软弱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神的带领？要不要？要哦。因为你知道你自己软弱之后，你会需要有一个方向嘛。所以我们的生命得着了祝福，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得着了祝福之后，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依靠神的引领。所以什么是依靠神的引领？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有主的话语作为你的方向的准则。来，你要有神的话语作为你生命的准则来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何依靠神的引领带领？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恩典是什么？我们一起说，赐予我们力量去面对生活中的软弱。什么是真理？是生活方向的灯，让我们知道应该如何走在神的道路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其实我觉得人与主的生命跟上帝的生命的关系很特别，就是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就好像我的孩子他每次只要遇到我的时候，他好像就知道爸爸好像要纠正他了，意思就是说什么？我的孩子他做错事情，就好像人遇到挫折、遇到迷惘、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我的孩子就会说：“爸爸，我该怎么做？爸爸，我该怎么做？”你会不会跟上帝这样说啊？会不会？会不会？嘉恩、嘉乐、嘉丽，你们会不会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会不会问妈咪？会不会？会嘛？一样啊。
我们跟上帝的关系的生命也是如此。我们的生命挫折、迷惘、需要选择的时候，我们要倚靠上帝的带领。当我们倚靠神的带领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2条路出来。第一条路就是进到恩典中。我们的恩典是什么？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用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为什么他被钉？因为世人所犯的罪，不认识他，所以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是一个免费白白的恩典，而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人是何等的犯罪软弱。所以神的恩典是要承接人的软弱，而让我们看见生命的罪恶、失败跟绝望。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但是呢，依靠神的带领，还有什么？还有真理啊！你会发现，真理是会带领我们人的生命走在应该走的方向，而且要走的合神心意的决定，自然而然就不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约翰福音1章14节，我们一起来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恩典、真理不是只有恩典，不是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而已，而是还有真理。所以真理跟恩典的关系，这2个结合是信仰生活的基础。我们一起说，信仰需要有恩典跟真理。信仰需要有恩典跟真理。所以恩典跟真理绝对不是彼此对立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去认识什么是恩典。恩典代表的是神无条件的爱跟宽恕，而让我们可以在靠着他的慈爱，他不用你付上任何代价就可以得救。所以呢，当我们的生命有了力量以后，发现说，哇，上帝对我这么好，我怎么还在自己的罪恶当中，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呢？就好像我跟我的孩子说，不用怕，爸爸不会打你，你坦白告诉我。孩子就怎么样，小朋友就怎么样，爸爸我跟你讲啊，其实是我犯错了，是我的问题啊，有没有？好，小孩子他不愿意承认的时候，他就会欺骗哦。然后你只要告诉他没有惩罚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愿意说哎。所以我就去感受一下，为什么上帝他用这么特别？耶稣宝血是不用你付上代价的，他要告诉我们，你不用怕，因为上帝爱我们就是这么的恩典，这么的受祝福，这就是恩典。所以恩典是我们每一个信上帝的人生命成长的基础啊。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看哈，来第2章他说什么？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如果是需要透过行为哈，意思就是说，哇，你得救是需要付上什么代价？好，你要做哪些事情呢？那有人就会自夸，你看我就是做了哪些事情，我才可以得救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赐的，并不是出于你谁的行为啊，不是，乃是要人清楚知道，是本乎恩典，因着你的相信，不是出于自己的，乃是出于圣灵的感动，你自然而然你就会感受到这份恩典是何等的大。什么是真理？来，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生活中的指引，使我们能在神的道路上行，知道如何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方法，也是什么？是我们成长遵循的依归跟方向。你觉得真理会不会让你想要去跟着做、跟着走？会不会？会，但是有些人不见得会哦。他知道这是真理，可是他不敢去做，他也不想去做，因为他怕显露出他是何等的害怕，何等的软弱。好，我举一个例子哈，你们有看过那个杠杆那个钟摆有没有？
钟摆它从这个地方放下来以后，它会回到一样的高度、一样的位置。可是，假如这个位置的旁边站一个人，假如把这个钟摆的东西换成一根榔头好，你就站着，可是这个钟摆它实际上荡到的位置就在固定的地方，你敢不敢站在那里？你敢不敢？不敢，为什么？因为它是榔头。但是如果你站在，因为它是一个真理，它的位置就这么，它只有到这，它对你并不会有造成任何伤害，你敢吗？你相信吗？真理就是这样，很多时候真理它就是真理，在主的话语里面，在神的眼光中，这就是真理，它不会给你任何的伤害。可是人就是怕。跟你旁边的人说，相信真理，不要怕。意思就是说，当父母亲告诉我们，我何等的爱你，我这么做是真的爱你，你不要怕，一样的意思啊。很多时候我在跟我的孩子说，你不要怕，爸爸真的不会打你，他心中就是会怕，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他的真理，他听不下去啊，对不对？我们告诉他慢一点，他偏偏就是要快。真理在每一个人心目当中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真理实际上是要带给我们生命的遵循的方向跟依归。所以，真理跟恩典，则是让我们清楚知道，在神的光中该如何行事为人而且会引导我们的生命得得更丰盛哦。阿们。约翰福音8章31节、32节，我们一起说来。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那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认识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到自由。”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他的生命当中，他不敢面对真理，而让他的生命就会怎么样？没有自由。所以牧师后来发现，我终于看懂圣经里面。他告诉我的智慧是，我怎么帮助一个活不出自由的人的生命。什么叫活不出自由的人？可能会忧伤、忧虑，可能会不知道该怎么样走前面的道路的人最需要什么？你要跟他讲真实的话，你不要讲那敷衍的话，你也不要讲那个只有恩典的话。有恩典还要有什么？我们刚刚讲的，有恩典，还有真理耶。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常常讲大部分都讲爱都不想要听那种很建议的话，好像建议的话说牧师你不要讲那种话，那种话好像感觉很直啊。我曾经在讲道当中也曾经有私底下同工会跟我讲，牧师你讲那个话好像好像有针对性啊。我就说，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其实我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都喜欢听恩典的话语，但是我们不太想要听真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要了解我们认识的信仰是要告诉我们如何从神那领受到更多的恩典，没有错。但是我们的恩典是从哪里来？是从耶稣基督所让我们看见的生命的真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个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宗教改革的重要人物，他主张非常，他的信仰里面，他对他的信徒告诉他们，只要因信称义，靠着神的恩典可以得救，因为不是靠着当时候教会还有从他们的公会里面所制定的，你只要透过购买这个赎罪券你去买一个券叫做赎罪券，然后你买完了以后，你就可以得救了。所以我简单讲，你觉得有可能吗？我们现在都知道，可是有些人可能就会相信你只要来到教会，让牧师为你做一下祝福祷告，你就得救了，有没有？有所以他平时不祷告的这礼拜我在跟同工在分享的时候，我们在做礼拜三，有机会你们可以观看我们教会的礼拜三的代祷训练。我们在谈的都很有意思。当我问到同工说：“你有曾经为别人代祷吗？”我说：“有啊，牧师有啊。”但是祷告完都感觉没有用，
我们不见得要为他继续祷告啊。要如何继续为他祷告呢？好，代祷。他说：“我为自己祷告可以啊，好，甚至上帝也应许啊。可是我要为别人祷告，我还会衡量一下，到底他会不会真正得救？到底他会不会真正改变呢？我们为别人代祷还要有条件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马丁路德，他当时候就坚持，因为当时候的罗马皇帝，召开这个沃姆斯的帝国会议当中，他让马丁路德在公开的场合解释，要撤回他所谓的因信称义，靠着神的恩典就可以得救这个真理，他要马丁路德撤回去。可是马丁路德他坚持不要。他说了一个，他在第二天的会议上面他说，除非我能被圣经和清楚的理性所说服，因为我不信教皇和大公会议，他们常常互相矛盾。我的良心被神的话捆绑，我不能，也不愿意撤回我任何的观点。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无法违背，愿上帝帮助我。”所以各位在座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相信上帝恩典救恩的人，你会不会在你的生活当中遇到真理有所需要妥协的时候，你会愿意讲出真话吗？还是不要让卖公台语说不卖红够人玩了，有没有？我觉得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为了怕避免被人家够人玩，干脆该讲的话也不讲。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真的要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样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受人轻视、不被人看重、受威胁的时候，我们需要真理来帮助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会妥协吗？你会表现出什么样的生命呢？约翰福音第1章第17节，我们一起来读：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与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这里讲到，律法本是借着摩西所传的，因为当时候摩西的角色，他是以色列伟大的先知领袖，他在西乃山上接受上帝的律法，把这些律法为了要帮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以色列百姓有一个规范，所以这些律法是帮助以色列百姓在生活当中确立与神的关系，就这么简单。那么罗马书里面3章20节说什么？因为无人能够靠遵行律法被上帝称为义人，律法的本意是要使人知罪。所以我要告诉各位，跟你旁边前后左右的朋友，跟他讲，家人朋友讲，不要单纯做一个只会守法的人，不要单纯只会做一个守法的人。守法的人没有不好，但是守法的人，如果你不会变通，你会发现你在守法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东西会变得没有爱心了。在教会里面有没有可能？有有些时候牧师在礼拜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人讲话比较大声的时候，那个一讲话，然后就有人一个狂，我就在看，你一直看着他要干嘛？为什么不去主动过去？轻声小声一点。对啊，你守法嘛，但是你守法的背后是在说什么？我守法，你不守法。讲话那么大声，然后看完以后，私底下说：“我跟你讲那个谁啊，有没有？这就是什么？律法的本意是要使人知罪啊，单纯就这样。所以没有人能够单纯靠着遵行律法被上帝称为义人啊，要记得。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恩典和真理，约翰福音第1章17节，来，我们一起说后面那句话：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是要告诉我们，有他的恩典，但也有真理。但是他不是说有律法，他是说有真理。什么真理？什么真理？耶稣说什么？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要学习像耶稣，学习像耶稣。”圣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恩典跟真理密切相关的故事。约翰福音第8章里面记载一个犯奸淫的女孩子，有没有？她被在故事当中，她被一群法利赛人和文士将她带到耶稣的面前，设图要怎么样？设下一个陷阱给耶稣，问耶稣说：“耶稣怎么办？这个人该怎么办？是要耶稣是支持律法的处死呢，还是反对律法的赦免呢？你觉得对耶稣来讲有没有都很麻烦？有啊。耶稣他就回答他们什么？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每一个人平安崩都离开了。耶稣就问那一个女孩子说什么？说那些控告你的人在哪里？你看看。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回答说什么？主啊，没有耶稣回答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啊，去吧。最后那句话，从此不要再犯罪了。我一直在学习像耶稣这样的心情。我们是否遇到一个可能青少年，或者是行为比较偏差的人，我们是否能够帮助他面对看见他生命的问题在哪里？我们要帮助，我们要学习像耶稣一样，带着恩典，但是他有真理。他让一个罪人的女子，她怎么样进到神的恩典当中，而且看到她生命的祝福。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故事里面，耶稣对待罪人和律法的处理方式，是让我们看见他是蛮有恩典，而且不妥协于罪恶的主。阿们。所以我们一起学习像耶稣的样式。耶稣说，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持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你们必晓得真理，而且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去下午的时候，子安也有去我们去观看一部影片，有机会大家要去看这部影片。这部影片叫《爱子归来》。那这个李静慧导演他这部片这个里面的这个杨妈妈已经过世了，2022年过世了，她95岁了。这个杨妈妈她做什么事？她的孩子，她的儿子很早就过世了，那她就付诸一个行动，就是她去关心在美国有许多被冤枉入狱的，都是远离家乡，然后远离母亲家人，被关在里面，可能都要80年、50年，甚至很长久的时间，可能他的一生中没有希望。那他都是透过写信，他里面写信的内容都是一直鼓励他，因为他看见了美国的司法制度里面，特别在刑期上面带给很多人的害怕，所以他们的平均受刑人平均年龄是58岁。58岁就过世，实际上是告诉我们什么？其实有很多受刑人，他们还没有完成刑期，就在里面可能是生病，要么就是自杀死亡。所以这个杨妈妈她只有做一件事情，她就是写信然后写信给她只要有写信给杨妈妈，杨妈妈就写一封信鼓励她，一直做到她最后95岁，95岁这个杨妈妈让我看到最后是很感动，因为到最后她是忘记了跟她这个李静慧导演还是来探望她的人，她忘记了。可是这个行动带给她的帮助是什么？是让她的孙子也是在美国看到了他的阿嬷这个行动，他也为之感动。所以让我看到一个得到有丰富爱人的心的人，他是会去体贴人的软弱跟难处。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都领受到主满满的恩典跟爱，你是否也愿意把你那份爱去分享给那需要帮助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在我们外在的环境里面，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这个礼拜
牧师去跟大桥国中的校长，跟他分享讨论一个很重要的行动，就是要做品格教育。那谢校长他本身，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热忱的人，他非常有热心。他的热心是他对年轻人的品格上的热爱，就是要好好训练，帮助他们。所以呢，当时候我看到谢校长他做一个行动，让我很感动。他把他们的教务主任、学务主任、活动主任一起叫进来，然后就跟我们的这个社工，兴旺爱基金会的辅导社工，那这个社工他就把这个很好的风格人生，在明年他们会透过3年级要毕业的学生，然后请他们来上这个品格教育课，我觉得很好，因为这个课程是能够帮助学生在面对未来人生的道路上，如何有一个正确的生命品格。所以当时候我觉得很感动，这个校长他也在他的脸书 po 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这个校长真的是上帝派来这个大桥国中非常好的祝福。这个校长，你们的校长，他一开始的工作就是在大桥国中做资讯组的组长，所以我记得我们的子安也是当时候受到他也接触过这个老师，所以我觉得我非常感谢神，让我们大桥教会有机会能够跟学校，然后甚至能够踏入很多学生的关心的工作，也期待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份祝福人的工作，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突破跟成长。这个不是基督徒的甘地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自由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责任。那这个我们也了解非洲南非总统第1任总统尼尔森曼德拉，他说过一句话，他说真正的自由是自由的发挥你的潜力，为自己的生活还要怎么样，和他人的生活责任。所以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去为别人的生活负责，会不会？为自己都来不及了，还为别人的生活负责。其实上帝很爱他的仆人。上个礼拜牧师亲身体验到一个真的，很多人在恩典当中在祝福神的仆人。我牧师也期待各位，我们要带着祝福的心去祝福更多的人。世上有很多穷人，有很多需要帮助的人。他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句话，我们一起再一次来念来，真正的自由是自由的发挥你的潜力，为自己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负责。所以只要我的孩子说，我跟他讲说，麻烦你帮我把这个这个水槽里面的碗筷帮我洗完他说不要，我把我的洗完就好了，拜托啦。你知道吗？爸爸妈妈为你们煮饭，爸爸妈妈为你们收拾，为你们预备这一些，你们有看到吗？所以你帮我们洗一下，应该没问题吧？所以我就告诉他，你除了为你自己生活，你也要为别人的生活负责。所以会煎鱼了吗？会煎鱼不是只有一次下次有机会牧师再拿鱼给你的时候，你要继续煎煎给你的家人吃。所以祝福我们的生命就是如此。当我们知道一个真理对我们来生命有帮助的时候，我们要为别人带来祝福。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的爱，感谢你的爱胜过一切，让我们在罪恶死亡的权势里面，让我们重新得以自由。谢谢主，让我们一起从你的话语里面领受到真理的恩典，让我们明白不单单领受神你丰盛的爱与恩典，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真理的生命。谢谢主，再次将我们的生命摆上，求主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这份生命的祝福。愿你平安。好，这时候我们一起